濠江中學高二級貴州遵義4天研學今日啟程，坐咗6個半鐘頭嘅高鐵之後，我哋到咗貴州遵義市，同上次高一去赤壁一樣，有表演者敲鼓跳舞迎接我哋。第一個景點就係遵義會議會址，今年係紀念遵義會議召開90週年。呢個雙層建築就係會議嘅會址，我哋入去辦公室親臨會址現場，然後我哋嚟到呢個遵義會議陳列館。同學們了解到遵義會議係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生死攸關嘅轉折點。睇完陳列館之後，我哋去紀念品商店買嘢。呢度有好多紅軍飾品同埋毛主席銅像，仲有呢支槍形嘅枕頭。喺食晚飯之前，學校安排我哋去超市買嘢。呢個超市賣埋呢啲 Italian brain rot 嘅商品。有受訪同學指佢買成大袋零食，係因為驚貴州啲嘢唔啱佢食。晚餐喺酒店宴會廳嗰度搞。貴州行程負責人包括陳洪副校長都有上台致辭，其中陳校長提到今次濠江同姊妹學校遵義4中首次舉辦兩校交流活動，佢亦提到未來幾年都會每年舉辦。有受訪同學指貴州啲嘢食好酸，有啲餸好似食緊檸檬咁。返酒店房之後，各位高二同學記得要寫低每日最觸動你嘅嗰一瞬間或者思考。